我未得。Hello Freya，我哋今日咧要介紹少少發音上面嘅規則。咁大家都會知道㗎啦。名詞如果要變成一個眾數嘅名詞咧，後邊要加 s 係咪？就例如一隻貓係 cat cat，咁啊兩隻貓、三隻貓咧後邊咧要加個 s 嘅，即係 cat 後邊要加 s 嘅，就會變成 cats cats。咁啊，如果有一啲名詞佢最尾嗰個音係好似係呢個音 Freya 指俾大家睇啊，呢個音點讀啊？係啦，如果一個名詞最尾嗰個音係呢個 sh， 咁呢個係一個 voiceless consonant 嚟嘅 by the way。咁如果係最尾係呢個音嘅話咧，眾數嘅時候會變成點咧？嗱，串法上咧，眾數嘅時候就要加 es 喎，唔好就咁加 s 啊。咁啊，加咗 es 之後，佢會變成點讀咧 ？Freya，我哋示範下呢個例子。嗱，首先佢單一個嘅時候點樣讀啊？dish 係啦，一隻碟。咁如果係眾數要加 es 咯喎，咁之後會變成點讀咧？示範下。咁成個字咧 dishes 係啦，佢後邊咧要加翻兩個 IPA 落去嘅 it 同埋 z 變成 is， 即係個最尾個音就會變成 is 咁樣。咁 Freya 再示範下邊嗰個眾數啊。dishes dishes。好啦，咁大家要注意啦噃。